将一起见证他们的成长，感受年轻的力量。大舞台之星系列节目邀您激情一下。2014年7月3日，在上海逸夫舞台上演了一场特殊的演出。参加演出的演员们，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也不过20岁。他们都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2013级粤剧本科班的学生们。这个粤剧班呢，是从我们中专上来的，他们经过6年的学习，近50个学生，我们是优中选优20名进入大学学习。表演艺术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希望他们通过6年的基础训练和学习以后，进入大学了，更多的是通过实践，通过舞台实践，把老师教的变成舞台的感受，通过感受，最好是通过观众的检验，再回馈到老师的那些不足或者优点的信息，让老师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提高。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每个学期他们的毕业演出都放在逸夫舞台这个定点，这个上海滩最好的戏曲舞台和粤剧观众见面，让观众见证他们的成长，同时也让他们随时接受观众的检验。阿拉嘛要看看伊拉，对吧？哪能想法子？对小朋友来讲起来，阿拉要支持伊拉，鼓励伊拉能够更好成长啊！这群粤剧新生代们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将在这里向观众们展示他们对梦想的坚定和不懈的努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群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孩子们。大家好，我们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13粤剧表演班的同学，然后我是我们班的班长范莹，这位是陈敏娟，这位是沈燕。我们这次参加演出的剧目是《红楼梦》的葬花，我在里面饰演的是贾宝玉一角，然后这位呢是我们的林妹妹。中专2年级的时候已经学过了这出戏，然后现在大学了又一次学这个戏。我本人对这个戏呢，就是体验更不一样了。已经是第2次学了嘛，然后这次从心里面更加的去体验黛玉这个人物。
其实我们每个戏就是排的时间都不是特别多，然后这几天嘛，院里的老师啊，然后我们自己老师就在越剧院帮我们就是紧张的排练啊，这样，希望反正这次我们演出顺利，然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平啊你跳，还怕那呀还可是不知道，我情是张张浅浅泪糟了，一场烦恼我带你擦开我见笑，我和你同坐起来同唱才像一幕诉生的情同你直到地中间的我俩情你比曾好，谁知道妹妹曾到你心里烫，是今日你夹着眼睛帮我瞧，三朝四季不理保佑是为我破担抬呀，我与从你当年是马呀好，为什么缘儿彼此向我跑？你瞅你说也是谁也好，为什么可是你常备好，你叫我不明不怕故里梦啊，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过去式的归我叫向美佳，今年19岁，来自浙江嵊州，然后现在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粤剧本科班学习。然后这位是我的老师张秋平老师。向美佳呢，她进学校的时候呢，她是一张白纸，就一点基础都没有。但是呢，她呢很用功，在课堂上呢，老师要批评她，说她不好。他这时候呢非常难过，他感到自己不行，他要哭。那么既然哭了呢，老师就讲你哭了你还排吗？我排，擦干眼泪还是排。所以他呢就是说比较吃得起苦，而且肯练。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他在他们班上呢也是算是佼佼者，很不错的。
大家好，我叫夏美嘉，今天晚上演的是《珍珠塔后见姑》。哎呦，他金小花，这金头都把他当乱子。老夫人，放他爷来在啊！我们放马爷来在，放阿青来在，那可以光金手啦。医生啊，他不相同。难道有做子官啦？哎，做子官嘞！啊，老夫人，也是前面做伴，走，后面有个蹦，走了3频道了啦！哦，走了3频道啦！我啦，走谁了多个嘛？我放假是祖上接待，我少娘就子于法。呀，这是个老糊涂，龙儿是佛啦！哎呀，洪三夸，这哪有没有得问一个？这一是东方外甥呢，还是内定北京啊？我看啊，是东方外甥，跟哪一生呢？跟我刚先生呀？跟哪一道呢？老夫人，侬倒是猜猜看，老夫人，侬猜猜看。小丫头，还要老夫人猜猜看啊！这桃台当中嘛，要算大兵的顶头，顶背头，不是我，干嘛？哦，当娘啊！啊，不是我，你说的？哎呦，更加不是嘞！哎呀，看我究竟是啥个道理？哦，这一定是师傅都懂嘞！哎呀，老夫人，我是有猜有不对嘞，看我究竟是啥个道理？你是农夫道。其实还是很喜欢就这个行业，就是包括去研究它，去分析这个剧本，然后自己想办法就是使自己往这人物上面越来越靠近，还是很喜欢的。就是自己做不好，然后就很难过，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但是真的就是有一点点进步，然后老师就会表扬啊，会怎么样，心里还是很开心的。然后有的时候看自己那种彩排的那种或者演出的这种照片啊、视频啊，心里会有一种成就感。知道现在，我啦，总是料到个嘛。我放假是祖上吃的，为啥子各种各样的烂台子生啊？老糊涂，一偏偏要把我个宝贝儿呢，许配把各种各样的穷鬼。咱们也是人呢，就在外面，我叫你进来啊，妈。谁生我有钱？晓得。唯一还有这张面孔来接我，气死！真气死！在这则珍珠塔后见姑中，还有一位主要人物没有登场，他就是方清。在剧中扮演方清的就是我们的姚玉晨。作为最年轻一辈的粤剧男演员，他俊朗的扮相和不俗的唱功也获得了台下观众的掌声。大家好，我叫姚玉晨，今年19岁，我目前是大概最年轻的一批男演员之一。我目前在学的是陆派，现在是大一，现在是张雨峰老师在教我。我目前是19岁，正处在变声期的恢复期阶段，也是最重要的时候。老师她虽然是个女生，但是她会教我一些发声的方法，准确的发声方法，让我把气往下沉，然后咬字咬得清楚一些。像中间跌血的时候，又要很多动作，很形体，再加唱。如果没有正确方法，是很难把它唱下来的。然后老师就教我一种秘诀，就让我躺着唱，然后气息沉下来。在这里，我要感谢张永峰老师，
我觉得他吧，就是平时呢也挺努力的，然后条件也不错。就因为可能男小生就是有一个这个变声期嘛，所以现在基本上嗓子是变好了。但是呢，希望他以后就是通过一些就是科学的一些发声习惯，把他这个发声再更改善的更好一些啊，还是蛮好的。他因为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大的优点就是他把这个陆派的这个味道唱得特别的正，就是它味儿正，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好不成松，气不成竹啊！苏金雄啊，有那子，民不精神不会心。夫人，你可知道苏金的故事吗？哎，可怜苏金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看他不起呀！我听得懂的，不要弄假声，弄得我去说懂。也是，后来呢？到后来变了情，穷苏金成了富贵人，落魄梦想为家孙啊，啥日忙坏了一家人啊！过夜烧，头顶下徘徊在这里边啊，如夜美笑尽苏金啊，可叹世间话语苏金草，自认一山不成情。哎呀，夫人，他唱得可好啊！好。哦，唱得好也是，那你再唱一曲。那就我非要听这，你不要听，我要听呀！哎，也许你一定要唱，再唱一曲。叹人生死离经，怪若情呀当流病，欺病爱妇情不成，死离之人这苦恨。好子，算侬为啥叫大情啊？侬学好了什么？侬姑娘子？那要是侬真的做此官，可还了得？是啊，是啊。也许你妄图空门之术，立你为先，怎能冒犯正上盯上姑娘？哦，真是荒唐啊！荒唐！老糊涂，这两句闲话到晚上中听哦。你还不快向岳母大人赔礼？那来瞧，老糊涂啊！侬真的要让阿侬许配了搿种介的穷鬼啊？搿岂不是好娱乐荒郊，好不出了女风浪子？老夫人，今日已经八公在，好贼、上贼、邪贼，上月已经变拉人月贼，我去啥个都名句啊！我可你真是牛眼不识宝哦！哦，侬老爱，这宝是得这样也做我宝贝呢。你去唱道情，俺来做道师傅，侬啊跟了还没谁懂你。老夫爷，休得啰嗦，也许知道了就该接着我婚。老糊涂，侬今朝一定要给我退了这个友情啊！不退。当真不退？不退就是不退。好，侬不退，我得个拼贼！老爷不退！启禀老爷夫人，门外来了周军骑马登城，这是前来迎接七杀定外堂。是，啊，你那个七杀定外堂。若不要许高才，必须何才自由啊！要许这种陪你高远，亲切上前场于是。
年轻人总是充满活力的，在练功之余，这群孩子都会聚在一起。从他们灿烂的笑容中，我们感受到了如同朝阳般的活力。这群如花般的少年，虽然学习着传统越剧，但他们也有着时尚新潮的一面。You've go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 Though I try to resist being last on your list, but there's no one that man's gonna do.大家好，我是张安凯南，今年20岁，我来自浙江新昌。我爸爸呢，他也是个越剧演员，并且唱的小生也是范派，所以说从小我就耳濡目染的喜欢上了越剧的这个剧种，并且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唱的也是范派，和爸爸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也算是完成了爸爸的一个心愿吧。那我们凯南呢，从那个幼儿班开始了，他好像对。特别是唱歌啊，他唱得蛮好的。那后来我叫他唱个几句戏，他也能唱。那么正好呢，就是说07年的时候，那么上海越剧院跟那个上海戏剧学院联合招生嘛，是到我们那边去招的。那么我说可能我们去考看吧，这个考我们就考上了，就是这样子的啦。爸爸呢，在我身上花费了非常多的心血以及精力。包括每次我的演出，他都会赶到现场来观看。在这里呢，我非常想感谢我爸爸。这次呢，我演的是武松杀嫂。我也希望呢，我能在这次表演上得到更多的突破，并且给爸爸一个惊喜吧，可以说，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进步了不少。难道这英勇富丽气杀谁？这女人的身世令人悲愤，更何况她别人又偏执眼睛，我杀她。我这不着真心，直到自己乱方寸。刚到帅的娘他是贤明。好媳妇是我啦，都是你。二郎啊，侬嘛倒下来人哦。你嘛早就也义，那么良心相讹，我王婆再为那辣子毙掉，好不啦？先生。这条红裙子是西门庆送给一个弟弟之物，你穿上这条红裙子就是为了等西门庆我去去生活，你又干我全部冤枉一个好人。
大家好，我叫骆一萌，我今年18岁，来自浙江绍兴。我从小是受家里的熏陶喜欢上戏曲的，然后07年考上上海戏曲学校。刚开始妈妈不是特别支持我进入这个行业，她觉得女孩子还是好好读书，将来有个稳定的工作比较好。不过现在渐渐的我也成熟起来，然后妈妈也随着我渐渐的就是也慢慢的鼓励我，她这次演出也会来，希望妈妈能看到我不错的表现。当时他12岁的时候，上海来招收，那么我们就凭着他的喜爱，然后让他参加了这次招考。那么当时呢，考上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说：“妈妈，假如我考上了，你让我去吗？”那么我和他爸爸就觉得，如果是孩子喜欢的，那就让兴趣发展，所以呢，就毅然让他离开了绍兴，来到了上海。大家好，我叫张爱佳，我来自浙江嘉善，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然后我今年17岁，从小是因为就是村里面有社戏，类似于来村里演出，然后小时候一直观摩之后喜欢上了粤剧。然后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上海戏校招生，然后考入了上海戏校。我在10年。代表浙江嘉兴参加了第2届江浙沪戏剧票友大赛。七天马我诸葛亮，八仙过海吕洞宾，九斤中女敬我十米，马我小后心。我身份清白纯洁，孝子身，思想理念平得正。父为人一生，独对正，事事可以得归身。长在素在立法名。从未曾
苍天高阳将有鬼子，不把你的走有几不把你的无呀有三风，我怎么岂用你这怕说的我也强母亲，谢你的嘉义。大相公，嘉爷，大相公急了啊！从此，这些年轻的演员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的实力派唱功。接下来还有两位不仅唱功了得，还能文能武。大家好，我叫姚磊，今年18岁，来自安徽池州。我这次演出的剧目是《挡马》，在这部戏当中，我要特别感谢石老师。姚磊，你辛苦啊，拍戏。不辛苦，你辛苦，你辛苦。
在学习这部戏的同时呢，因为当时是京剧老师教我的党马，我演给石老师看之后，石老师说我的表演和一些念白太京剧化了。就这样，石老师一直很耐心地帮我分析人物，以及用粤剧的那种人物情感去演这部粤剧的党马。这个戏呢，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袁学峰老师跟吴成副院长，他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移植兄弟剧中的剧目。我们移植过程当中，就是人物基调，包括那个白口、唱腔，全部往我们粤剧当中靠。像刚刚排练的时候，我看了以后很高兴。姚磊他很认真，也很努力。还有一点，虽然现在瘦一点，慢慢再会胖出来，他扮相还是蛮好的。所以呢，文的武的都要学，特别我们男演员。这一位就是在《党马》这折戏中与姚磊搭档饰演杨八姐的陆志燕。大家好，我叫陆志燕，我今年18岁，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本科班。演的这出戏行当是武旦，我觉得挺辛苦的。那时候因为踢枪，所以弄得身上都是伤，最严重踢枪踢到过迎面骨，出现一个脓包，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我父母还是蛮心疼的吧，因为那个腿上的伤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他们觉得你做一件事情必须要坚持，所以呢也叫我不停的要努力，就算再怎么辛苦啊，再怎么受伤，也得把这条路给走下去。发起秀童神。发起秀童神，听我说下去。快在虚虎爷卸下方在胜。发起。我们来绕九广坡。发起是计神。
作声，快快讲来。把自己听了。假使乱到3月去，交际早上有名声，我们就叫焦国婆。焦三是你什么人？他问我父，一母同胞生。啊，原来是焦家兄长，小妹不知多有得罪，兄长莫怪。八姐，你引我来到番邦，我只为了落兄之命，来到番邦团体军情。兄长，何不与我一同围追乱绕？好是好，只是你我二人身上只有一块摇摆，怎能测关？哦，有了！我看八戒乃反映将官模样，又胜得右派。嘿，我扮作你的马夫，与你牵马同饮，定能稳策过去。此计甚好，此次是以兄长。看天色不早，你我说说该办。此次兄长请。八戒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些年轻的演员们将在这座舞台上谱写自己的人生序章。他们相信，追逐梦想的道路总是崎岖而不平坦的。只要有着坚定的勇气，怀揣着前进的